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我是一支笔，从小家徒四壁。哎呀，比比到现在还是单身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找到对象。哎，暖暖也是，血亲之间还会异性相斥，真是受罪呀！反正我不着急，我是凤凰歌迷。这不是凤凰大人吗？不过我更喜欢金翅大鹏。什么？你居然喜欢他？是啊，连凤凰大人都喜欢我家鹏鹏呢。胡说！凤凰大人和他明明是死敌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今天早上的热搜消息。私生子！大鹏算什么偶像啊？没文化没素质，给我们家凤凰撒梧桐叶都不配。老古董，现在乐坛已经是我们大鹏的天下了，早点退坑，粉点好的吧。躲在屏幕背后算什么本事啊？我现在就在彩云公车站等你，你敢来吗？来就来，谁不来谁是孙子。气死我了！可恶的黑粉！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！另一只比鸟。这种气血上涌的感觉，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果然就是对家粉丝。你就是网上那个黑粉吧？土老帽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！好靠的太极要合体了！下车，快下车！休战。同意。反正我是不相信大鹏是凤凰大人的私生子。什么？鹏鹏是凤凰的私生子？我和娜娜是真爱。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好像有那么帅的公公也挺不错的。我反对，我强烈反对！凤凰大人可是神鸟，他有没有私生子，一本三流杂志怎么知道？你说呢？我觉得你们应该放开我。不行，距离这么近，我们俩会合体的。可你们是比鸟啊！既然找到了另一半，干嘛不合体呢？比翼鸟一旦合体，就是终身绑定。想要再次分开，需要付出血的代价。何况我的心已经全部献给鹏鹏了。凤凰大人，凤凰大人！在吗？上次见了你，感觉有些事必须得和你一起做。那在老地方见。你说的那件事？是的，我还带了一些消耗品。One kill， 协作问题。再试一次吧，反正还有一题。Double kill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暖暖和比比一开始唱的是什么歌呢？468句，儿歌，民谣。回答错误，这个题有点为难你的智商了。468句，喜剧中常用的468句是一种特殊的句式结构，通常结构工整，合辙押韵，节奏感强。468句常见于相声、快板、小品等，常被用于开场交代故事前提，短短几句就能交代大量信息，还可以通过俏皮话、顺口溜制造更多笑料，或是画龙点睛，是喜剧中常见的语言技巧。